无然，想要甲咱一个见面啊？提蛋，你来得真拄好，紧将善终害我。你想要善终真简单，只要你口劝小青带我离开这，我不但将善终结束，而且啊，我可以帮助你救你阿娘。你若带我离开这，我将我的金银财宝拢送送给你啦。你搞点去，那无我互你伫这永世不得超生。你的目睭足恐怖。提蛋，你是魔界的人，冥界并不是你会当掌握的。搁再讲，小青伊是毋是有要对你走，我嘛袂当替伊做主啊。只是伊手中的善终是阮佛门之物，你赶紧害我。想要爱善终，哪来白虎剑呢？白虎剑那是阮魔界之物，今嘛已经毁在你的手中啊！你是要哪解说？我要爱善终，是因为我要救阮阿娘。好啊！你免甲我讲这，你也免找你阿娘，回去你就等下陪伊。今嘛只要我一枪拍落，恁两个人这死就无命。师长，师兄，你千万无应太伊。安怎？我睇你唔甘心，红红，你唔通袂记，你也是魔界地主。师兄，不管你安怎讲，我嘛是爱口劝，唔通太伊。你唔通袂记你师父的交代。就算无伊无能，我共我都叫出魔界800万的人，明天早牛骹数出来吼。当时啊，你就是要利用木莲来救因老母的时阵，先煞救出你魔界的800万人。只要我若是找到地家门，我随时就当将魔界800万人放出来。不过，今麦上重要的，就是我要带小青离开这。林太太，我已经甲你讲过了，你也应该真明白，我根本就无可能离开这个所在。小青，你看好清楚，即摆我一掌啊拍落去，无连的性命都保袂掉啊！官爷，你免开。卖太医嘛会用的，只要你对我走。小青，我的耐性是有限，你若是不答应，无连这时就无命。好，我答应。不过，你要马上赶放。你这是我的东西，你先过来，我要叫因放过。小青，你唔通过。这个我已经无法度逃走，你先赶放。莫连，你有安怎无？莫连，你有安怎无？师父，我不要紧啦。但小青即摆吼已经互明帝带掠去啊，咱赶紧想办法离开这。我唔走，阮阿娘还搁伫这里受苦咧，无找到阮阿娘，我绝对唔离开。无咧，无咧，你莫搁再顾一摆好无？你已经甲我离开这，我已经绑好3个草人，叫我用移魂脱体的方法，咱就当离开这。啊，什么？你要绑3个尔？你得等5个人啊，安尼哪有够？啊？老家，你即摆已经算是勇敢的人啊，你毋免甲阮等去勇敢做孤魂野鬼啊！我劝你，你好好踮地府接受处罚。等时间若到，你自然就会投胎转世啊！我无爱，我无爱，我即摆搁第4天受苦咧，要大概当时还当去轮转台啦。拜托咧，你嘛同情我，阮小青怎啊去互提搭掠去呢？你著先带我来找伊。无咯，我就还袂死咧。啊，你袂使甲我放地遮啦，你著爱带出去。啊，若带出去吼，我金银财宝拢互你啦。真是的啦，我只有准备3个草人，我的目的只想要救无莲，甲有缘师傅离开这尔。啊，你安尼见死不救呢？只有委屈恁踮遮加大一站啊！等我若转去，我一定搁再做法导恁转去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原来你伫遮哦！我要甲我惊死啊！你走来走去，有够恐怖的啦！
恁放心啦，恁就爱听我的话吼，我就带恁转去啦。啊，香啊！你想要创啥？无要创啊！恁三个草人拄啊好，互恁三个人转去，啊无好，太好你死！有事主，你唔免麻烦，赶紧叫黄姑娘甲放。我并无想要离开遮。真好。啊，另外一个咧，目前都无要离开啊，我嘛要留落来。哦，恁大家拢有听的哦。你记得做法，找恁三个上登去用单，啊无吼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互恁三个人先转来。也毋过我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恁转去的时阵会拄到贵基因三个人，你搁再叫因另外别三个草人。这好，我答应。你即摆做法，互阮三个人先登去。你用刀甲我压，我是要安怎做法？放开。红红，你有要紧无？好啊好啊好啊，莫去拖啊！记得做法好好转去啦。好，恁即马三个人目睭闭起，手牵手，我马上就做法。也毋过我甲你讲，伫咧半途的时阵，恁若是有听到人咧哭的声音，恁目睭千万毋通闭紧。也若无会对落无底的阴间，我是无负责任的。莫啰嗦啦，记就好啦。小青，你有要紧无？你闪开！我中华火机头甲我拍到油去，我嘛捌甲你入去魔界。小青，既然你甲无甲伊魔界，那咱就摆转去。你讲，你想要去倒位，我一定带你去。我什么所在拢不爱去，我只要你离开我，我永远都不会看到你。小青，刚讲你真是安尼怨恨我。我为你付出遐尼多，是不是连魔界我都要来反背啊？你家心内应该真清楚，拢全是因为你，我甲无良哥哥，的命运才会变甲遐尼凄惨。假使若是无你，无得到，我已经甲无良哥哥。莫搁提起无良。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为什么大家要提甲我比咧？是咯，因为你每一件代志拢无法度甲伊比。点去！我来东魔界，修罗王的大地主，哪有可能比袂过梦？小青，相信你也非常的了解。若毋是为着要救你，我早将无连甲我单掉。这就是你甲伊无共款的所在。什么？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以后，你拢想办尽办法要害无良，也毋过无良表兄，伊从来都毋捌来安尼想过。这我的话已经讲啊真清楚了。搁再讲，我这阵已经是阴间的人，你甲我带来这，对我来讲是一件真艰苦的代志。袂用的，不管你讲什么，我拢袂用失去你。你安尼做，只有增加我的痛苦，你知无？袂啦，小青，即马我已经决定要带你来录音国。迄个所在，规日趟天拢看袂到日头，非常适合你去住。而且我会护住你的原谅，
你安尼做，你唔惊民教的教主，伊袂放你煞？我唔惊，为着你，无论任何后果，我拢愿意承担。小青，咱这样来去旅国，呀，我无想要去。行啦。老爷，老爷，啊，你哪会雄雄公公的，当卖有啥代志啦？啊，老爷，发生了一件足奇怪的代志啦！什么足奇怪代志？阮咧城外发现着3个人赴迷不见，阮坐去甲看卖，想袂到迄2个和尚甲迄个青面的查某啦。有这款代志？啊，人咧？人哦，阮甲送去大夫遐啦。大夫？是啦，迄3个人赴迷不见，也毋过吼，心脏还搁咧跳哦。嘿，我咧想，因敢是遐活的款哦。有这款代志哦，可能是用别款的方法回来哦。是啦，老爷，我们才紧倒来你顶过，请老爷定断。这个旅行岛非常适合你住，而且过一段时间了，我若是将你3分7批引导转来，你会当配合你以前正常的生活。皮蛋，我劝你唔免阁白费心机啊！我想，我永远都无可能会介意你。若是较早你讲这话，我一定会将你杀死。不过，即马我袂，无论你讲啥物，我拢袂放在心肝头。我只要甲关心，你个人是毋是伫我的身躯边？虽然我去你的身躯边，也毋过，伫我的脑海内，永远只有无连表兄。以前我真怨恨你，因为我认为伊无值得你爱。伊是一个出家人，为什么你会对伊用真深？啊我为你付出遐尔多，敢讲你一点仔都无放在心肝头的心？我连表兄。行啊，足忝啊！啊，旅行国到底搞袂？这就是旅行国无毋对，也毋过，若是要恢复白药行法律，就要到山顶食白的石头顶，啊，你叫我差不多快有半天的路途啦。啊，半工哦，我忝就要忝死啊！哎，咱伫遮先休困好无？哎呦，七早啊路娘在咧化忝，你若想讲要互白药行会当赶紧恢复吼，就紧行啦！行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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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啦！哎，是是等的啦。啊，恁住伫山顶头爬山爬到惯势，我即马是爬到脚软手软，我要先休困。看伊安尼忝到安尼，好啦，啊，无咱后头来休困一下啦，吼。好。起来！困到木人胖去啊，搁咧困，紧起来啦！啥物？无咧放去啊？人家大汉哪会胖？可能去放尿款。无可能，无然若是要离开，一定会甲咱讲一声。这其中一定是出什么问题。不管伊出什么问题啦，吼，你先带我去山顶再讲。啊，木人即摆胖去吼，可能是危险伫的，咱先来救木人较要紧啦。是啊。莫来执着。你是无爱带我去山顶是无？我来讲哦，到时我表现还若受袂好吼，要拢都甲你抬死。啊，起来，行。这是什么所在？我来我来伫咧遮咧。啊，是明太太送你来遮的。小青，这样是小青啊。无连表，
咱会搁再见面啊！原来林提丹就是将伊掠来伫咧遮，一定受着真大委屈哦。小青，伊三番两次拢是为着要救我，一定吃真侪苦。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你。要救我，一定吃真侪苦。你哪拢唔讲话？你是咧想啥物？我连表呀，你会记得咱以前点啥问我掠花金菇的代志无？这飞机来啊！我连表呀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听人讲，若是掠着火金菇，下完地是现哦。有影？嗯。安尼你就叫下一关啊？好啊。你下啥物话？你先甲我讲啊。我下的话哦，一定是甲你同款啦。我当然嘛会记的啊。迄拢已经是过去的代志啊。遐代志永远踮在我的心肝，拢无法度放袂记。有连表呀，你知影无？今日咱见面，可能是上尾一遍。上尾一遍，你是咧讲啥物咧？是哦，踮在你的心肝内，拢是我的小情。那我的心我已经。哪会安尼讲咧？即阵会当看到你平安无代志，我就无啥物遗憾。对了，我连表呀，探明天大会转来真钱，我想你是赶紧离开这个所在。好，要走，咱同齐走。无用的，我免离开录音阁，因为我即阵是中音之星，免拍到日头，也若无。林佩达，伊毋是有哪住伫遮呢？这你放心，伊对我真好。对了，宝贝，表扬，你毋是要第二叫你那尔？那你要赶紧摕到现场。现场即摆伫咧摕在咧手中的，我是要安怎摕得到啦？我知影伊藏在倒位，我带你来摕。这已经是雷音国的山顶，你赶紧的甲白玉埕修理好，啊无我先杀伊。施主，你敢袂记得你伫地府的时阵是安怎甲我救的？啊！即摆你竟然要害我，你的良心是倒位？你敢要点你？今摆是今摆，即摆是即摆。白玉哥，啊，你毋着赶紧的修理白玉埕。我会目睭看无，恁只要照我的话去做。恁先将白玉埕囥在大石头顶，等候雷公着，白玉埕自然就会恢复。你讲真实的？代志已经到这个地步，我哪会敢甲你骗？我看你嘛唔敢。阿财，将迄白玉埕囥在石头顶。是，老爷。敢甲我骗？啊，好啦，开始。来车。安怎？你还有啥物危言偷讲是无？雷音阁的山顶本来就是一个真危险的所在，就准讲有啥物意外的死伤，你若是人见，你哪会无爱进去看吗？看白玉埕即摆变做安怎？哎，这是服员啊呢。好啊，你去摕，你
老杨，你们要和我们的那就。爱你，将你，爱你为着将你变好。明明你是我唯一的爱，怎会变成互相的伤害？明明你是我唯一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今日阮东西，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，啥人知？想你分自己，不想你真